買錯 SD 卡，你拍緊嘅 4K 影片分分鐘會錄到一半就停。SD 卡係最常用嘅儲存媒體，但唔係張張都啱用嚟拍片㗎。首先睇 Speed Class，圓圈入面嘅數字代表最低寫入速度，Class 10即係10兆字節每秒。之後係 UHS Speed Class，U 字入邊有個1，代表最低速度係10兆字節每秒。如果 U 字入邊係3，即係 U3，最低寫入速度就有30兆字節每秒啦。仲有 Video Speed Class V30、V60同埋 V90，數字就係最低持續寫入速度。咁點揀好啊？如果你只係拍1080p 影片，用 U1 或者 V10已經好夠做啊。但如果你要拍 4K 超高清影片，就至少需要 U3或者 V30嘅卡啦。如果用高位元率嘅 4K 格式，要求仲高，可能要用到 V60甚至 V90。容量方面，一張32吉字節嘅卡，大約可以錄到1至2個鐘嘅1080p 影片。拍片檔案通常好大，買64吉字節或者128吉字節會更加穩陣，唔怕中途冇位。記住買大牌子，準備2張卡輪流用同備份，唔好為慳錢而冇咗啲心血啊！